屏东的第17线后嘛，阁有真侪路段的积水阁还未退。定安村400-500公尺的连外道路积水上深的所在是有超过半个人遐尼悬。另外，屏东的金蕉、王内丁农作物损失嘛真惨。县长周春美就呼吁农民，要爱赶紧翕相做记录，向公所来申请补助。现在车都不敢过。民众骑车过，看到头前规片积水，烦恼会有危险，规气势翻头。风台虽然已经离开，雨有较点，不过屏东第17线真侪所在水还未退。另外一搭水看到唔知影有偌深，烦恼会飙车，嘛是赶紧拍翻头。民众冒险撩水行过，这是定安村对外的车路，积水的面积差不多有400-500公尺长，淹水上悬有淹到超过半个人轻悬。昨天早上的姨妈放个腰吧，闪红灯都鬼下就定安啦，这边的雨伤大啊，头袂离，头袂离啊，晓啊，啊，不过你查速度是比较早较好做啊。车驶过，水是直喷起来，看落是真危险。不过为着要出门，要是有人硬驶车出去，即个风台内大水雨造成积水甲淹水，唔但影响交通，农作物的损失是搁较严重。规个看起，金蕉园唔但是倒规片，还搁浸伫水底。这即马含讲要甲整理好，势就无法度。咱要对头整理去啦。屏东的农村唔但是金蕉，因真出名的蚵仔甲王来嘛拢传出灾情。县长周春美表示，即个风灾屏东的农损是上较严重，呼吁农民会当赶紧翕相，甲公所来申报。屏东这一次因为凯米台风来袭所造成的农业灾害损害是全国最高的，呼吁我们所有的农友兄姐赶快这个拍照，然后赶快到乡公所、乡镇公所去申请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嘛去屏东视察，因为汉光40号演习的期间，拄好拄到风台，国军赶紧转换任务，投入救灾，展现军民一心，做伙应应灾害。郭立雄特别发加菜金，感谢国军伫演习的期间，搁随官来救灾，嘛提升国军的士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